3个月前，科学家观测到，正有一枚中子星碎片朝着地球冲来。从那一刻起，地球便迎来了末日。世界联盟带领顶级科学家们逃离地球，留下了身后的几十亿移民。为了活下去，许多人选择对自己的同胞暴力相向。无数匪帮在城市的断壁残垣中横行，抢夺生存的物资。但黑暗中，总有光明存在。许多队伍在寻找拯救人类的方法，我们也是其中之一。开关被破坏了。去看看，想办法把门打开。小心！快关掉这些机关！快给老子去！害死你！别闹了，继续前进。给我小心点啊！起来吧。所有人听好，张衡的能力对我们夺取这艘飞船至关重要，都不许再找他的茬儿。那你答应我的，哇，这飞船也太大了！废话，你没听头说吗？这可是地球顶尖科技。过来，破解一下这个。好吧。这层破译难度更大，我可能……那你可得好好做，
毕竟只有我们能够保护你和你的父亲，对吧？我知道了。哇，咱们这趟可来着了！听头说，这次顺利的话，就可以直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你会开飞船吗？你管他那么多，上去之后再想办法呗。不是说好帮你破解之后带我爸一起走吗？你最好给我老实一点，别以为我真的拿你没办法。如果你不好好干，我现在就送你上西天。有狙击手，被人盯上了都不知道，一群蠢货。注意隐蔽，夹住那支突击队。动车！刚才不是很疼吗？有种露头啊！来呀，来呀，别死吧！可是你出的啊！这可是个好东西。你逃得掉吗？小圆。这里边好像还藏着一只老鼠。别杀我！别杀我！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那群人把我从我爸身边绑走，还非法拘禁我。别怕，小白，你去看看他有没有受伤。放松点。你叫什么名字？张恒。啊，那些人都死了吗？你们是军队的？他们带你来是为了进入飞船内部系统，你有这个本事？我学过一些。挺好，那你继续破译密码吧。你们也是来夺取飞船的吗？我们发现有其他队伍的目标也是这艘飞船。所以就搁这儿埋伏着守株待兔，没想到他们还白送了个黑客。你们都是一般货色，放我走！还挺刚。你开枪啊！横竖地球就要毁灭了，大家通通都得死！带你来的那撮人能知道飞船的位置。看起来也有两下子啊，不过照俺们黑星比，那就差远了。报告，有不明物体在靠近。那是一群什么玩意儿？是你小子干的？不是我干的，这是飞船内部的反制措施，我也没法很快关掉他们。事态紧急。还请和我们合作。我知道了。破解还剩多少？一共3层密码，现在是第2层。它和安保系统相连，外边的机器就是因它触动的。这个加密方式非常复杂，我需要时间。大家坚持住，为破译密码争取时间。
各队员注意，集中火力，把他们干掉。得嘞！来吧，宝贝儿们！咋这么皮实呢？打都打不过。赶快防护队形。是高子弹！世界联盟为了不让人发现这艘飞船，可真是煞费苦心。使用高爆手雷。这是，就是这个，我有办法了！想办法把这个贴到空中的无人机上。黑星小队全体注意，攻击空中的无人机，尽量不要完全损坏。成员注意，更改战术。围堵无人机，保王右边，小李左边，营前方，其队员集中火力压制蜘蛛。哪那么磨叽？看我的！火了！连上了！老大，得了！通行密码正确，欢迎登陆诺亚2号飞船。终于结束了，我还活着。好小子，立大功了。考不考虑做黑星的预备队员？我们去顶层看看。好嘞。看来这里是飞船的主控室。张恒，有什么发现吗？这里很久没人来过了，但我找到了一条加密信息，破译难度恐怕比之前的还要高。哎，不会你一破密码又冲出来几只机械蜘蛛吧？你试一下 ，NOAH 这艘飞船的名字。遥远，又或者是来到这里的其他人，等你们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恐怕世界已经濒临毁灭了吧？距离我录下这段视频的2个月后，中子星碎片就会将地球炸得粉碎。唉，世界联盟决定抛下身后的几十亿同胞，乘坐小型飞船离开地球。遗憾的是，我也在他们的通行名单之中。这艘飞船上装载的反重力系统，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坠落于 A 区的外星飞船。然而，人类的科学技术仅能够仿制，却无法真正的理解其中奥妙。为取传说中诺亚方舟的寓意，飞船被命名为诺亚2号。然而，
尽管能够容纳数万人在太空中生存，它却有着致命的缺陷。飞船装载的空间跃迁装置有着极高的风险，装载重量越大，结构就越是不稳定。诺亚1号试航时，模拟了足以供10万人生活5年所需要的物资，却因为过载而炸毁。世界联盟因此决定，只选择少数人乘坐小型飞船逃离地球，留下了这艘诺亚2号。空间跃迁有着太多的不可控性，但这是我们人类最后的机会。愿神保佑你们，祝你们好运。老朋友，我不会辜负你的期望。哎，这是……中子末日前，他曾是黑星与世界联盟的直接联络人。半个月前，我接到他发来的秘密联络，里面有一串坐标和 Noah 这个密码，因此我才带你们来这儿碰碰运气。没想到还真赌对了。既然负重大了，飞船就会爆炸，那干脆咱们就搜罗点亲朋好友逃走得了。你们都看着我做什么？我们不知道会在太空当中遇上什么。要想让人类延续下去，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口基数。像世界联盟那样带上1000余人仓皇出逃，是无法应付宇宙未知危机的。列队。诺亚2号是人类文明火种延续下去的希望，但是毕竟承载能力有限，我们也只能挑选出必须的人员登上飞船。从今天开始，所有黑星小队成员分散到世界各地，搜寻符合条件的难民。他们将担负起延续人类文明火种的使命。这项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接近完成任务。身为黑星，生死不憾。行动！哎，姚队长，正好，有事问你。带你来的那个小队是什么人？他们怎么会知道诺亚2号的位置？就去我给你们发的坐标位置，那里按地图显示。不清楚，我都说了我是被他们绑来的，我只知道领头的叫仇。仇？他的身手可不像普通暴力，显然是受过训练的。哎，姚队长，我想请您帮个忙。你要做什么？我想回去找我爸，就赞助我几条枪就行。要是可以，我还想带上黑铁那个大高个。张恒，黑星小队很感谢你的帮助，但现在是危急时刻。我爸爸还在外面，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要知道，很多人都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亲人，只要我们成功，就能拯救更多生命。我又不认识他们。你要是真有心，就和黑铁他们一起去搜救难民，拿着这个徽章，成为黑星的一员。我有种预感，你会见到你父亲的。回头看看谁带了备用制服，给张恒弄一套。还有一件事。尘归尘，土归土，逝者将按照黑星的习惯安葬在战场上。尽管他们输掉了战斗，我们也要对逝者保持尊重。鹰，你去 C 区搜救难民时带上张恒，也帮他多留心点他父亲的下落。为什么要带上那个累赘？队长怀疑今天那伙人有问题，带上张恒方便查清楚他们的底细，但是注意保护好张恒，他的能力对我们很重要。老规矩，每人一个坑。老王，我觉得我们刚才遇上的那支小队
有点问题。具体指什么？我当年和那个人一起改进过 CQB 部分细节动作，今天在潜入的时候，我看见了类似的。哎，他都走这么多年了，你可别吓我。末日危机后你就没消停过，快歇歇吧。你这小子老想着跑啥呀？等我来，哥，大哥松点儿。他们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以前的错绝不能再犯。老王，要带着他们出去，带着他们回来，一个都不能少。你很快就会再见到我的。遥远，我失去的，一定要让你加倍偿还。张恒，你走之前是不是忘了什么？来，和你的宝贝儿子说两句。小恒，快走，别回来！我知道了，你们不要伤害他。好，我会想办法过来的。队长，仇的尸体不见了，光子和小刚被人抹了脖子，倒在尸堆旁边。什么？他的同伴可能就埋伏在附近，医疗组出动，立刻排查周边情况。得快把食物送回去。教授，我找到食物了。太好了！你们，可让我们好找啊！这点破事都做不好，慢死了！老不死的，竟然敢拖到我们头上来，你胆子挺大呀！我们已经3天没有吃过东西了，原本就是我们的食物，被你们强占了。哎，住手！干嘛这么粗鲁啊？你让开！来，我们私下聊聊。爷爷，家下不。喜欢偷吃对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那是什么？快躲开！是来抢咱们东西的！一帮怂货，把他给老子轰下来！无法火力轰炸。家下，吃你的吧！玩去吧你！你们是？请不用担心，您和您的家人都安全了。我是少尉刘白，正在执行精英救援任务，奉命前来将您与您的家人接到安全的地方。爷爷，和照片上的相貌一致，确认是天文学家埃尔伦博士。
他加入科学院肯定能起大作用，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合作。地球已经成了地狱，就算不愿意，又能去哪里呢？报告队长，黑铁他们成功带回了艾尔伦博士，现已在归队途中。博士身体情况怎么样？长时间的饥饿造成了肢体功能性障碍，小白给他检查过了，问题不大。找到的科学家比计划中的要多，难以想象世界联盟竟然真的没有带上这些人类中的佼佼者一同逃离。他们既然能够抛下同胞逃走，又怎么会考虑这么多？就算能够在宇宙中苟延残喘一阵子，结局也不过是死路一条罢了。要尽快帮艾伦博士恢复健康。若是不能计算出中子星碎片撞击的准确时间，即使咱们有了这艘飞船，也是白搭。报告队长 ，C 组通讯坐标位置泄露，遭到了佣兵团伙的伏击。英哥在交战中受了伤，集结的难民和张衡都被带走了，对方还扣下了大量物资。是否确认敌人身份？带队的正是那日被我们击杀，然后神秘失踪的小队头目。怎么可能？他的尸体是我亲手处理的。对方有没有留下讯息？他要求在他的基地里与队长单独会面。他手上扣着大量人质，我们的选择不多。这个人的身上藏着很多秘密，而且他总是给我很熟悉的感觉。看来我真得亲自去会一会他了。老王坐镇指挥，调配小队跟在我后方，收到信号立刻救援人质，特别是张衡。泄露坐标的很可能是张衡，他不可信任。我看他那日说的话不像有假，或许是受了胁迫。还得让张衡继续破译诺亚2号的程序。中子星越来越近，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此次行动非常危险，你可千万要小心。为了个小孩，真够费劲的，害得我连饭都没吃。哎，别打我！老大，我帮你把图纸带回来了，你说过会放了我们的。放心，我不会为难你的。你让我看一眼我爸，你让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求你了，放过我吧。我太熟悉姚元那个伪君子了，他一定会来这儿的。可飞船已经被他们占了。只要杀了姚元，黑星小队不足为惧。我的基地里到处都是炸弹，他死定了。你也很快会和你爸团聚。哎，啊！老大，我们被攻击了！快隐蔽！是。终于来了。1层哨站失去联络。究竟是从哪里？2层哨站狙击手增派支援。2层哨站失去联络。直升机只是个幌子，可姚元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少装神弄鬼！信不信老子先把这家伙给毙了？想跑？过来！
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挣扎，我保证不会伤害你们。瞧这话说的，我都快信了。姚元，你可真是个伟大的救世主啊！我还帮你照顾着几百号难民呢。你不是很喜欢救人吗？快想想办法救救他们吧！哈哈哈哈哈！你是怎么通过老王检查的？或许是因为我早就已经死了。别这么紧张嘛，进了黑星就都是兄弟，以后不管发生啥事儿，哥罩着你啊！空间站任务就咱们2个人，你也想太多了，能出啥事儿啊？姚远，你波涛。教你的拳法杀了我吗？在飞船里就觉得似曾相识，你竟然没有死在太空里。老子是回来杀你的！我为小队付出这么多年，你就把我丢在宇宙里等死？是你背叛了黑星。如果不是事出有因，谁愿意做那种勾当？知道我接下来的动作一样。郑恒。C 区呼叫，请求支援。基地3层需要支援。快点，找到老爸，带他逃出去！开门，开门呢！让我走啊！这样不行的，这扇门必须要密码才能打开。密码？发现者的使命是寻找真正的钥匙。程序，电脑。对了，监控室在哪里？在那边。要是能开门的话，能不能放我出去啊？喂！可算找着你了。我害进安保系统，应该能找到老爸的位置。
横竖开一个锁也是开，开一堆也是开。我今天就做个好人吧。反正他俩的死活都与我无关，带着老爹逃出去才是正理。老爸，不会的，怎么可能呢？Hurry, now! Just forget your belongings! すぐ誰が戻ってくるかも。早くしないと。把枪扔远点儿！你赢不了我，张衡一死，你也必死无疑。我不怕，过去的林波涛早就死了，没有这家伙，你们就无法继续破译飞船程序。用我一条命拉来数10万人为我陪葬，值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你已经可不是这样的人。少矫情了！你从未想过吗？我有老婆孩子，如果我不听话，他们会怎么对待我的妻女？回到地球后，我寻找过你的家人。他们被清理了。世界联盟需要一枚好用的棋子，才会让我们自相残杀。强者来重组黑星小队，继续为他们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一遇到危险就抛弃了我，逃得无影无踪。我曾经真的把你当作亲人，多感人呐！可结果呢？当年的兄弟还有活着的吗？我一定会找到逃走的那帮人，将他们赶尽杀绝。来呀，杀了我！又不是第一次了，你为什么要退缩？真不甘心呐！以前你就处处压我一头，哪怕得到这种能力，也依然赢不过你。老林，为什么你能够活着回到地球，并带人去寻找诺亚2号？还有你这奇怪的能力是怎么回事？啊！时间就要到了，你这么聪明，就自己去找我。老林，我的女儿，爸爸想你了。再复活！他已经死了。他杀了我爸！快去1楼集合！
这里马上要爆炸了！爆炸！队长，这是宇宙对人类的召唤，很快，你也会拥有这种能力。队长，我的箱子里面有一些换洗衣物、笔记本和一支钢笔。好，符合重量标准，请您登船吧。大家记住，每人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2000克，符合标准的，请上前登记。你干什么去啊？你这是……我已经一无所有了，起码未来还有故乡的泥土陪伴着我。啊，您可以通过了。大家抓紧时间，下一波人快到了。所以，艾尔伦博士，以我们目前掌握的技术，初步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的。这根本不可能！你冷静点好不好？任何物体脱离地面都至少要达到第1宇宙速度，可现在却告诉我，像诺亚2号这样庞大的飞行器可以无视任何科学法则随意升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是有反重力系统吗？哼，反重力系统！我看你是被宇宙迷昏了脑子。我们根本无法掌握那些外星科技的原理。若是太空中发生故障，后果不堪设想。中子星还有48小时就要摧毁地球，要么大家一起死，要么放手一搏。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你真的要因为过去的知识而放弃未来的探索吗？博士，反重力系统完成升空前准备，但我们仍然无法参破反重力系统的奥秘。足够了。至于它的原理，就当做我们在太空中的课题吧。我相信，人类总有一天能掌握这项技术。或许它的出现会引发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各区维生系统检查完毕，引擎检查完毕，破土层检查完毕，不影响诺亚2号升空。超级电脑连接完毕，基因数据库已导入。飞船各处出现了多位昏迷、发烧患者，看到2位博士这么有精神，我就放心了。王上尉，诺亚2号各区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升空。好，那就等姚舰长回来，我们立刻升空。援救小队传来紧急通讯，姚队长也突发病症，陷入了昏迷，正在送往医务室。先封锁消息，我这就去与他们会合。是。需要领取生活物资的，请拿好身份卡，在这里排队等待。Attention, residents! Please hold your ID and wait in line to receive your living supplies. ID カードを持ち、順にお並びになってお待ちなさい。怎么回事？你干啥？想插队吗？好重！救命！没事吧？吓死了！这有人晕过去了，快来救人啊！对不起，请您用这个。来，请让一下。我是医生。发烧，呼吸急促，和先前昏迷的民众情况一模一样。请光田三郎博士速至医务室报到。请光田三郎博士速至医务室报到。情况很危险，麻烦2位与我一同将他送到医务室去。好。去那边。出现昏迷症状的人越来越多，或许是某种传染病。不能确定，患者之间未找到共通点。还是查不出原因吗？这太难以置信了。我们连造成昏迷的病毒都找不出，在患者昏迷之前，更是没有任何预兆。
没办法了，小白，让队员们保持警惕，加强。小白，你怎么了？很抱歉，队长，我有些头晕。小白，喂！感染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已经超过了80人，医务室空间告捷。黑星小队除我以外已经全员感染。王上尉，根据埃尔伦博士推算的撤离时间，只剩下24小时，请立刻升空。哦，有患者醒了，快推到检测室去。诺亚2号，准备升空。红，我还在想，为什么哪儿都找不到你？你是来接我走的吗？啊，姚队长，您醒了。我在哪儿？这里是医务室，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陷入了昏迷，我也才醒过来。哎，大夫，舰长他醒了。姚舰长您好，我是医务室负责人光田三郎。啊，客套话就免了。光田博士，我究竟怎么了？您昏迷了3天，飞船上共有83人出现了相同的症状，好在大部分患者都已经恢复了健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病因呢？目前还不清楚，保险起见，需要抽您一管血液留作研究，一定会尽早给出答案。各位居民们，目前诺亚2号飞船已经脱离地球大气，完成升空过程。飞船已经升空了。时间紧迫，副舰长临时下的命令。现在我们已经脱离了地球大气，正在外太空轨道上等待。您还需要12小时的观察期才能离开医务室。我没事，放心吧，耽搁太长时间了。待て、君たち。各位居民们，目前诺亚2号飞船已经脱离地球大气，完成升空过程。当前与地球距离为500千米，请各位居民尽快领取生活物资。飞船将在1小时后进入空间跃迁状态。早都等了好久了，多少年啊！走路小心一点，你。还好，没事。谢谢。怎么是你？能被美女记住，真是太荣幸了。谁要记住你啊？莫名其妙就昏倒在别人身上，差点没被你压死。扭伤了，不过不打紧。哎，别那个表情嘛，哭丧这一张脸就要变得不可爱了。要不，给你机会报复回来？
哎呀，哇！每人每周凭卡可领取2桶水，都珍惜了点用，多了可没有。哎，你还有1桶水要取吧？我来帮你。干嘛这么热情？我们俩又不熟。哎，牛排可就得吃5分熟的才好，小朋友才吃全熟的。喂，你别往我这靠，离远点儿。哎，你走慢一点。怎么了？啊，没什么，别在意。Attention, Noah 2 has left the Earth's atmosphere. All residents, please get your living supplies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warp engine will be online within 1 hour. 姚舰长，物资储备情况如何？毕竟时间有限，尽管物资收集情况比预想要好很多，但最多也只能坚持2个月。飞船搭载的再生产系统尚未修复，在此期间内严格执行定量供给制，为科学院争取时间。明白。啊，对了，资源短缺的消息注意保密，以免引起民众恐慌。是。几10亿地球人中，我们能带走的仅有10万不到。人类种族的延续还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我还是不敢相信，竟然要这样离开地球，离开家乡。张航，你父亲的事我很遗憾。仇就没打算放过我们，我只是还需要些时间。您好，打扰一下。您好。一直没有机会向你说声谢谢。上次多亏你，不然我们可能就要死在那里了。当英雄的感觉怎么样？啊？我可不配。我原本没想救他们的。如果不是你，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无法登上诺亚2号。重要的不是想法，你已经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张恒，我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同伴。哎呀，喂，我的姚老大呀，可算找着你了。光田博士说你逃出了医务室，兄弟们为了找你，差点把整艘飞船都掀翻了。啊，你来的正好。诺亚2号什么时候升空的？现在情况怎么样？哎，这事儿我哪里说得清楚？快去总控制室吧，他们都搁那等着你呢。那张恒就交给你了。啊，放心，这个我拿手。你干嘛？干嘛？哎，你跑啥呀？还害怕咱老黑不成啊？啊，对了，队长说你还没回话呢。哎，你到底咋想的？要不要加入我们呢？啊？哎，你说话呀，怎么吭哧瘪肚的呢？我不知道，我只会摆弄摆弄电脑，不像你们个个都那么有本事。哎呀，你还别说，俺们黑星里边那是个顶个的强。队长上过空间站，副队还指挥过清剿毒贩呢。
那时候鹰潜伏进去卧底，被纹了满脸的刺青。哎呦，你搁那傻站着干啥呀？啊？哎呀，至于你嘛，你小子也不差，你买了电脑就能破解这个大飞船，俺黑铁可不成啊！现在地球都这样了，世界联盟扔下大伙跑了，咱们就得支棱起来呀！啊，尽自己所长，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呢。别担心，我恐怕等你加入之后，就由我来亲自操练，保准给你磨得皮糙肉厚的。我哪有这样的能力啊？嗨，慢慢来呗。再说你这次不就做得挺好的？听说救出来了100来人呢。啊！这是哪来的？我们从你父亲的随身物品里发现的。副队托我把它还给你。我们没法救回所有人，但那些活着的人，我们想要成为他们的希望。张恒，你愿意成为黑星的力量吗？保险起见，还是要早些跃迁。我们天文部已经准确计算出撞击时间，不会出错的。埃尔伦博士，距离中子星撞击地球还有多少时间？4分钟。飞船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否会被波及？经过计算，中子星碎片的引力范围达到惊人的5000公里。它撞击地球后的60秒内，碎片引力的影响就会波及飞船。最先波及到破坏的是北极，紧接着是北美洲、欧洲、亚洲。地球周围的一切都会被吸入中子星碎片的光弧。诺亚2号可以避开这次浩劫，我们将结果通知了其余3艘飞船，他们已先行跃迁离开。帮我接通全舰广播。诺亚2号准备空间跃迁。是。地球最后的移民们，大家好，我是舰长姚元。还有几分钟，中子星碎片就要撞上地球，这意味着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将不复存在。地球，这个诞生于45.4亿年前，孕育了人类，也是人类唯一已知存在生命的天体，马上就要进入永夜了。这艘诺亚2号飞船是人类最后的方舟，也是我们逃离灾难的唯一方法。从此，我们这些人类的移民将不断地向宇宙的深处前进，寻找新的家园，开启大宇宙时代。中子星碎片已经进入大气层，我们最多还剩下2分钟撤离时间。打开外壁隔离层，让我们一起送地球最后一程。是，舰长命令，打开外壁隔离层。灾毁掉了我们的家园，但是人类还有未来。我们将飞船更名为希望号，这座文明的灯塔将点燃人类希望的火焰。希望号全体人员向我们的故乡告别。
梦游呢？放心吧，跃迁成功了。没事，就是做了个怪梦。那就好，出来看看不？毕竟是被传送到宇宙的另一端，身体承受不住也是正常。听说好多人都吐了呢。哎，对了，有个惊喜要给你。未搜寻到诺亚3号、4号信标，初步判断他们并未与希望号跃迁至同一片星域。唉，我们真的离开太阳系了。不知道我们是否还能回去了？一层聚集区情况怎么样？不适应跃迁的人数不少，好在医务室及时处理，倒也没出大事。大家心理上都很难接受，情绪低落。赶紧报告姚元队长。是。发生什么事了？希望号能源发生异常。啊？怎么会这样？空间跃迁消耗的能量，竟然会有这么大。虽然我们逃离了太阳系，可这跃迁一次就用掉了50%的能量，还要维持每日10几万人的生存活动，资源太匮乏了。舰长，探测器确定了希望号跃迁位置。这片星域多年前就被地球观测到，记录显示存在类地行星。准备前往记录位置，扫描周围星域环境。发现类地行星，希望号探测程序启动，正在制作全息模型图。类地行星全息投影完成，探测报告已同步发送终端。这是大气成分也与地球类似，重点探查一下能源情况。该行星地表资源贫瘠，需要进一步勘测。大气中氧气占比不仅超过20%，还含有大量的氮气。说明可能存在过可以光接水的生物。行星形成的过程中会被恒星引力反复挤压，它的地壳下一定也像地球那样积蓄了很多我们急需的能量。别高兴得太早了，探测表明还有10%的成分不详，存在太多风险。你什么你？10%的风险，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有人因此而付出生命。科学是严谨的，不能像你这样妄下定义。够了，谢了卫，你在地球上就总是找我的茬儿，你可别被宇宙冲昏了脑子。你的虚无缥缈的理想，把希望放在一个科学需要的是严谨。去他的！眼下已经无法再深入探查了。什么时候了？地球都毁灭。希望号与该星球距离较远，而外层搜集的资料毕竟有限。哎呀，伦尼，你就是个疯子！若是能够登陆地表搜集数据，是最好的。在没有进行生物实验的条件下，绝不能让人去冒险。如果有2个星期的时间，科学院可以改造出足以突破星球大气的探测器。但是我们已经没有2个星期的时间了。这份报告是你写的，你应该最清楚现状。若是不能尽快为希望号进行补给，剩余的能量只够在宇宙中维持1个月。一旦能源耗尽，大家都得死在这座铁棺材里。我得提醒你，这颗星球可是这片星域中唯一的类地行星。设置这片区域为降落锚点，穿梭机登陆后，以此为中心，辐射状勘察。
我将从黑星小队中挑选出合适人选，降落行星地表侦查。待数据传回后，还需劳烦各位进行分析。姚舰长，抱歉，希勒韦博士，我理解您的谨慎是出于安全考虑。然而时间不等人，希望号的库存资源经不起这样消耗下去了，等下去的风险只会更大，我们必须冒险一搏。召集所有科学院成员集合，要尽快选出外勤适宜人选，辅助侦察星球地表，特别是地质学家杰维利博士，他身材健壮，正适合此次任务。哇，怎么样？别羡慕，你也有。啊，快试试看你的特殊装备吧。哇，原来这就是你说的惊喜啊！量子光屏系统虽然比不上外星黑科技，也算地球科技的最顶尖水平。你的电脑坏了，早该配给你的。有了这个，我的解码速度还能提升1倍。还得写几个变异器。看来还得再调试调试。先是头盔要紧。张衡这头发，我是怎么看都不得劲儿。哎，王队长，您干什么？等等！救命！黑铁哥，救命啊！你现在可是黑星小队的一员，是头发太长会影响头盔密闭性的。有道理。看住他！不要！传舰长命令：王光正上尉、刘白少尉、黑铁少尉、张衡、殷少尉速至01号穿梭机内集合，执行外星勘察任务。任务代号：先行者。通讯完毕。科学院的代表是你。杰维利博士受伤，换我替补，叫我波利就行。现在将士都精神呢。哦，队长。队长，去外星为啥带上我啊？在古代，巫师是部落里唯一能和神交流的人。现在，希望号是我们的神，而你就是我们的巫师。你小子可得给我喘着气回来。你也是。那舰上的事就全靠你了。起！
反重力系统失灵，我们在下坠。调整重力湮灭值参数，极地磁场影响了反重力系统中电阻的工作，将重力湮灭值参数调高。反重力系统恢复中，上楼来不及了，做好硬着陆准备。要放下了。哦，不好意思，你没事吧？老黑，去看看鹰怎么样？哦，对。鹰，你还好吗？我没事。不好，舱壁损坏了。舱体破损了，出去检查一下，看看这是个什么地方。好。让开，我来吧。张恒，与希望号通讯，评估当前环境。张恒，张恒。好的。这啥也没有，跟沙漠一样。我好像确定了反重力系统参数值的范围，告诉鹰进行测试。与科学院推测结果类似，这颗星球地表完全由砂石组成，地表不含任何水晶土。这是一颗沙星。除此之外，这儿的温度和空气成分与地球非常相似，不排除人类可以在这里正常呼吸的可能。奇怪，还是谨慎为上。鹰，情况怎么样？反重力系统完全损毁，冷却系统也被破坏。我已经将重力异常的事情告知了希望号，他们3小时内就会派出救援队降临沙星。等待救援的时间足够收集数据。小白继续巡视周围环境，剩下的人都去周边侦查。张恒，你跟紧大黑，千万别单独行动。是。张恒，这是什么？奇怪，究竟哪儿出问题了？
先行者1号第5次地表勘测数据已接收，正在分析中。尽快安排分析实验。我确认了空气中不明成分的分子式是一种不会被人体吸收的惰性金属，也就是说，沙星的空气是完全可供人类呼吸的。不管怎么样，都要对沙星的空气进行呼吸性测试。报告，第5次数据分析完成，在沙星地表仅检测到少量植物反应，且没有发现任何对人体不利的元素，与前4次勘测结果相符。希勒卫，这颗星球是如此纯净富饶，就像几万年前的地球。也许这次你是对的。不容易啊，连希勒卫教授都被说服了。接下来就要辛苦王上为你们了。通知所有黑星小队成员，全员待命。确定了，沙星上可以呼吸，和地球一模一样。你说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希望号即将登陆沙星，现正组织探测队，有意者请到2楼大厅报名。奇迹，简直是奇迹！听说那个沙星和地球一模一样。我得赶紧告诉我老婆去。有救了！我们能活下去了。是啊，太好了！那个圆圆的是什么呀？宝贝，那是我们未来的家呀。这上面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们呢？好，就是那儿。检测结果如何？还需要一些时间。这提示音怎么响个不停？每次这警报声一出现，我都有种不好的预感，就像……哎，你咋？嗨，紧张啥？我去那边看看。切，啥都没有。这是啥？哎，头儿，快过来看看这是啥玩意儿！嘿，小东西长得还挺别致。来，小心！这是别轻举妄动，慢慢往飞船撤退。是。
误伤。换钩子弹。是。师孙，都小心点。这是什么怪物？不好，他在破坏飞船！给我停下！队长，高子弹需要充能。普通子弹难以穿透。张恒，带着玻璃立刻找安全的地方联络上希望号。是。刘白，帮黑铁处理伤势。鹰，跟我掩护小队往附近可隐蔽的位置撤退。是是。老大，这点小伤不算什么。他过来了，大家小心！我来掩护，你们快撤！快，找地方隐蔽！小心！光田博士，医务室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接收伤员。探测队被困已经超过1小时，希望遥远舰长他们平安无事。高克勒萨玛，李金根。啊，您太客气了，叫我李人就好。这是姚舰长的血液标本。虽然没有再发生病情，但我还是希望能尽早找到原因。防患于未然。博士，快看！这是怎么回事？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从没见过。光田博士，我曾经研究过一项名为基因锁的学说。部分人类会无理由地陷入昏迷之中，当他们醒来，自身基因会以科学难以解释的方式进行重组。当他们面临危险时，便会激发超越人类的力量。
黑铁。队长。你怎么样？队长，攻击他的头部，别管我。大黑，送我上去。是。大黑。再动围墙崩了你！队长，大黑，别睡，看着我。回穿梭机，快！这边。水箱和通讯器被破坏了，好在机体没有受损，供氧系统也还正常。不打紧，都当兵了，不能总是哭啊！那东西还在附近，必须截肢，再拖下去命都没了。大黑，你怎么想？这么多年兄弟，小白的本事我最清楚。你放手去做，我挺得住。哎，会叠被子吗？
你还真是个小少爷啊！没事儿，我教你。现在地球都这样了，世界联盟扔下大伙跑了，咱们就得支棱起来呀！啊，尽自己所长，要做的事儿还有很多呢。张衡，你愿意成为黑星的力量吗？大黑的麻药剑还没过，别吵着他。就目前情况来看，我们有2个主要任务：寻找水源，以及向希望号发出不可登陆的警告。不论哪一项，都意味着必须有人出舱行动，同时还要照顾受伤的大黑，任务艰巨。出舱，就是又要和那群怪物。但从大气分析来看，恐怕沙星并不存在任何地上水源。要开采地下水更是难。已经找到地下水位置。你们和怪物打斗时，我设法回收了地质扫描仪，结果显示，在距离此地5公里处便有一处地下水源洞窟。我来领路。恐怕这洞窟就是沙星怪物们为喝水钻出来的。离水源越近就越危险，千万小心。大家整理一下，准备行动。拖延1分，大家就危险1分。首先就得把外面那只给解决掉，小白还得照顾黑铁，前方危险重重。张衡，你来吗？我来。身为黑星，生死无憾。离目标地还有多远？直线距离1.3公里。原地休息2分钟。还是无法联系希望号吗？和希望号的联系信号断了，可能与沙星地表磁场有关。现在只能探测到5公里以内的信标。希望救援队不会离我们太远。队长，能再休息一会儿吗？我真的走不动了。刚才的战斗消耗了太多氧气，野外停留时间越长就越危险，队伍可不能被你拖累。那我和鹰先走，你们好了跟上来，注意保护玻璃。我不累，能跟上。好好休息，这是命令。整整1个小时，我们只行进了不到4公里，就不该带上张衡。他从没接受过训练，身体素质差。我知道你担心大黑，但张衡也是你的队友。他有什么资格成为黑星的一员？张衡这种丢下战友逃跑的胆小鬼，配不上黑星的名号。他现在和你一起执行任务，张衡自有他的作用，别再说了。
队长，现在是非常时期，多个人多份力量。你听到了吗？你什么都没听见吗？奇怪，怎么这么吵？你说什么？哎，队长！发生什么了？电脑一直在吵，我有不好的预感。别动！说的到刺死我！脖子，他要咬我的脖子！我还以为死定了。报告副队长，先行者2号顺利登陆沙星。是否找到先行者1号位置？正在搜寻定位，营救小队随时准备出发。小心！这个小家伙看起来快不行了。活体标本对我们研究这个星球非常有价值。这玩意儿为什么一直缠着我们？刚才发生了什么？玻璃的试管撞破了，溶液漏了一地，然后我的电脑就叫了起来。啊，对，就是这样。和刚才一样的感觉，恐怕又有一波，必须得尽快撤离。这边，我们要跑到水源处，但接下来的路程必须一口气完成，明白了吗？可是我们氧气坚持不了这么久啊！都打开面罩换气，可能我们要冒一下险了。队长，居然能呼吸！啊！来了，跑！
没受伤吧？往那个缝隙里跑！队长！他放弃了。吓死我了！多亏了你啊，鹰。鹰，清醒点。没事。受伤了吗？不，只是忽然变得很困。我刚才……你的眼睛忽然像显微镜一样，可以锁定极小的目标，没错吧？队长，你也看见了。大黑那天也看见了点东西，不过你们俩的方向各不同。奇怪的是，两种方向我都能看见，这恐怕与凌波涛的秘密有关。队长，你不会想说咱们一进宇宙就获得了超能力吧？第一次遇袭前，你为何阻止大黑继续向前走？小心！当时我感到很危险，就像提前看到了大黑遇袭的景象一般。之后只要电脑一响，就会发生相同的事情。你们可别笑我。与我的猜测无异，确实是预知危险的能力。我拥有超能力？您逗我呢？脖子，他要咬我的脖子！如果张衡你真的拥有预知危险的能力，我们获救的几率将大大提升。承认这些超常现象又何妨？先是世界末日、外星怪物，现在超能力也来了。哎呀，我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到达水源区，得尽快找到入口。这些怪物究竟是如何追踪我们的？是暴露在大气里的水。第一次被攻击是因为水箱破裂，第二次则是溶液泄漏。我推测，他们是通过水分子追踪到我们的。根据你的探测结果，那这里更接近水源。可是他们为什么反而停止追踪了？只怕这里有连他们都害怕的东西。救命啊！这是哪儿啊？没事吧？我没事，就是摔得骨头疼。
们快下来！我听到水流声，水源在下面。仪器只侦测到这片区域有水，但无法确认方位。这条小道曾经是河床，顺着寻找才是最保险的。张衡没错，地下确实有水声。或许我们找到了捷径。科学没有捷径可言，我坚持走地上河道。为了尽快找到水源，鹰，你和张衡一起探索地下洞窟。好。张衡，这里危机四伏，如果你感觉到什么，立刻告诉鹰。保证完成任务。我不习惯肢体碰触，对不起。把武器装备再看看。你咋还戴着面罩？嗨，还是保险点好。虽已确认沙星空气可供人体呼吸，但防患于未然，大家尽量还是带着护具行动。戴着头盔真是要闷死了。准备好了吗？地壳探测获得了更多数据，我们在深层发现了矿物反射，有望开采出足够希望号使用的能源。太好了，不过救援才是第一任务，一定要保证姚舰长他们平安。是。大家集合，不要随意活动。等确认一队探索位置后，我们就出发。是。样本中未发现水分子。别丧气啊！看来河流在这里改过一次道，形成了分叉。能确认哪边通往水源地吗？检测到样本中含有微量水分子。看起来有戏。我们分头行动，能更快发现水源位置。记好了，每隔50米需要用脱脂棉球提取标本检测。发现水源后，请通知我。时刻警惕，遇到危险就发送警报。我会尽快赶来。
这洞窟万一塌了可咋办？我顶着。切，凶什么凶啊？我发现了植物，水源地应该在我这边。真的吗？我立刻就过去。沙星环境与沙漠相似，植物也有共通之处。茉莉，记住，一定要小心，危险！看来离水源很近了。茉莉，发生什么事了？你在哪里？你先上去。哦。哇，这里的石子会发光，这可是地球上没有的品种。走了，别忘了我们的任务，张衡。哎，吓死我了！看来也没什么可怕的。救救我！太迷了，不能开枪。让你自己不听命令，现在我也救不了你。张衡，别动了，赶紧跑！这有个大家伙。虽然有攻击性，但它似乎是植物。
会爆炸。走。这什么鬼东西啊？怎么和炸弹一样？恐怕是某种压缩能量体的结晶。先找出路，待会儿再研究。鹰哥，不能打到怪物胸口的晶石，爆炸威力太强，咱俩都会被埋起来。别怕，快，把那块石头塞进去。走。快走。点火！就算头能动，植物的根也是固定的。从那逃生。快走！煞星危机四伏，若是希望号降落，后果不堪设想，得尽快发出警报。只能勉强看清有2处洞口，也不知张衡他们在哪里。不行了，我真的……再坚持一下，他们就要追上来了。张衡，鹰，队长来救我们了！快跑啊！后面有怪物！队长，我们正在被大量怪物追击，具体情况待会儿再说。走。哪来这么多怪物？说来话长，洞窟内部已经成了这群怪物的巢穴，恐怕还潜伏着成千上万只。快！这里没有苔藓，离地面很近。看到出口了，想办法截断通道，绝不能让他们一表上去。
队长，快出来！我有办法了。刚刚那是什么？洞穴深处有很多这种蓝色石头，应该都是那些怪物收集起来的，打中就会爆炸。有信号了，收到救援队信标，和咱们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我一步都走不动了。来，咱们再坚持一下，先和他们会合。波利，麻烦你为我们带路。起来，我扶着你走。那些石头的能量波动很惊人，如果加以利用，或许可以成为希望号的新能源。队长，你那边情况如何？我和波利发现了一些类似植物的生命体，水源应该就在不远处，但沙星生态太过复杂，有太多谜团根本无法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去解释。我们必须尽快将这些信息传回到希望号。沙星的能量与水源都深藏在地下，一旦开采，会遭到更多怪物的攻击。就算我们成功建立起基地，也会有大量同胞在过程中牺牲，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代价。但沙星是这片星域中唯一的类地行星，一旦跃迁，再遇上合适星球的机会渺茫。队长，你真的要冒这个险吗？怎么了？怎么样了？好，都装好了。结果，请被选中的科学院成员素质1号走廊集合。请被选中的科学院成员素质1号走廊集合。是吧？刚来的时候我也不适应，好几天都睡不好。后来呀，我专门去找了光田博士。那位光田三郎博士吗？对，就是他。他给了我个小妙招。我跟你说哈，自从用了这个小妙招，我每天睡得特别好。找不到我就这么紧张？谁又找你了？你这是怎么了？还不是昨天你让我带伤帮忙搬床铺，可不就变成这样了？当时也没见你伤得这么重啊！你瞧，大夫给我包成这样，说要好好休养一阵。那你怎么还来外勤？因为我想你了呗。就会胡说。不信？不信你自己听。都后退，后退！
虽然沙星空气可供我们直接呼吸，但毕竟这里不是地球。若是身体有异样，就立刻上报。大家按照各自分组排列站好。登陆后听从指挥调派。小橙子，你是哪个队伍的？想不到吧？我是这次外勤任务里唯一的翻译官，哪个队伍都离不开我。哇，这么巧！我也离不开你，那我可就跟着你了。正经点儿。现在人手确实紧张，本来跟着我也的确可以帮得上忙，可是你现在手受伤了，行动也不方便。等你手好了再说吧。你看，这不就好了？你可要说话算话哦。嘿，你居然骗我！过来，还给我！再高一点，来，严禁打到，你们两个拿不到，各扣除物资点数10点。喂，醒醒！队长，发现幸存者。我先去检查穿梭机情况，看看能不能联系上希望号。坚持住，不要睡。快去通知希望号，这里危险！不行，通讯系统完全被破坏了。而且，已经晚了，希望号已经降落了。没有其他幸存者了。队长，小李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希望号会降临沙星？大约2小时前，我带领救援小队登陆沙星。这个信号这边吧，好了好了。打把手，数据怎么样？有今天好的，目前数据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我看这次都是正常的，这边直接让钩就可以了。快把面罩戴起来！你这样可是违反规定的。放心，王博士说了没啥问题。戴个头盔太碍事儿。我已经将能源场位置发送回总控制室，希望号也会在那片区域着陆，尽快建立起勘测点。能确认着陆区的安全性吗？从检测结果来看，着陆区地下仅存在植物反应，对希望号没有危险。可以了。好，收到。大家过来一下。对，都过来。我知道，大家都很兴奋，但咱们这次的主要任务是找到先行者1队，确认姚舰长等人的安全。1队的信号位置距离此处大概4公里，虽然最后一次报告中显示他们所处环境安全，但不排除在这段时间里，姚舰长他们所处位置发生改变的情况。待会儿我们分成2队，1队留守此处。什么动静？
我侥幸躲过一劫，可是石头可疼。先是大黑，接着是石头，非得把这些事情灌服干净杀绝不可。希望号还不知道这里的危险，一丁点水汽就能引来如此多的怪物。若登陆沙星，后果不堪设想。现在与飞船取得联络才是最重要的。张衡，是。都爬到穿梭机上面去！这个通讯器也被损坏了，只能接收到信号位置，却无法向希望号汇报。继续尝试。队长，有2个信号单位从希望号出发。其中一个正朝这里赶来，另一个是朝大黑他们去的，看来是救援队。很接近了，正在进入低空飞行模式。他们越来越近了，但是仍然无法建立通讯连接。或许我们可以用更简单一点的方法。所有人戴好面罩，准备撤离。这里发生了什么？正在下降，准备着陆。当前高度32米、31米、30米。他们边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别着急。他在向我们传递信息。凭着你的意图，潜水员工作中请保持距离。先停，先保持距离。请求拖船，把绳梯放下去试试看。抓住了，拉起来！队长！那是什么鬼东西？他们能追踪水分子，快通知希望号，不能放任何人出舱。我们一返航就撤退。走了。您将检测仪上显示的数据记录在芯片里，会自动上传到科学院数据库中。您也可以直接在电子平板端检查探测数据。太感谢你们了！若是没有翻译，还真不知道怎么操作这仪器。哦，哪里哪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负责翻译的人可是我，你出什么风头啊？哎，我现在可是你的助手，咱俩一荣皆荣，一损俱损啊。刚才还说我脾气大呢，看见能躲懒就想当助手了。
你可以当我的助手，但以后别油嘴滑舌的。这么简单啊？我还以为要跟你这样的美女在一起，需要付出很多。谁要和你在一起了？刚说的不许油嘴滑舌，转头就忘了。哼。好，好，那小橙子要我做些什么呀？来，你给我。我可没有备用的，你省着点儿，没电就不亮了。怕什么？你多爱我一点，它就更亮一点。现在考察队收回的各个数据需要汇总分析，你去给取来啊。这是什么？请各勘测组立刻撤离。重复，我们遭到不明生物袭击，请各勘测组立刻撤离。快，所有人收拾东西。那边怎么了？好吵！快跑！美军小队狙击怪物，掩护考察队撤离。再给我顶上来！快呀！美军小队跟我交子弹，其他人火力掩护。他们在互相攻击。我们需要制作更多的怪物尸体，让他们互相残杀。一次爆炸够吗？等我们的人撤远一点。飞行小队，全体隐蔽。快，离远些！谁现在撤回希望号？大家去帮助伤员。这边，快！这边，哎，这边，快！这边把它取下。过来。你没事吧？还好，那些虫子呢？啊，我的徽章！橄榄球联赛冠军徽章。嘿，我可是明星四分卫。别吹了，快去和其他人会合。刚才发生了什么？
想办法逃出去。队长，救援二队被缠住了，浮空艇能量不足，无法进行火力攻击。想办法靠过去。救援一队来接我们了。大黑，撑着点。副队，先坐下。小白，大黑，欢迎归来。已经和怪物拉开距离，保持警惕，想办法回希望号。发现战斗3队的通讯信号，连接。这里是营救1队，我是舰长姚元，收到，请回话。报告舰长，这里是王华和杨瓦龙，正在组织科学勘察组返回希望号，带领着希望号战斗3队。情况怎么样？死伤惨重，不少器械被毁了。那些怪物皮糙肉厚，普通攻击根本无法奏效，高子弹的数量太少了。救命！救命啊！救救我们！他停在离我们这么近的位置，始终是个危险。以目前我们的火力，很难对这个怪物造成伤害，只能尽可能拖延时间，让考察队撤回希望号。真是敏锐，要是能吸引走他的注意力。张恒，这里能否连接上希望号内部网络？能，连上了。输入舰长指令，执行094号行动。这是之前把我们折腾得够呛的那群小家伙，经过科学院的改装，现在可更厉害了。就让他们为希望号出出力吧。趁现在，赶回希望号。还有其他伤员吗？地质队那小子被抓走了。杰威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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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威力！
像不是冲着人来的。无论如何，我们要尽快实施救援。华子、瓦罗，让你们久等了。那边什么情况？根据观察，这只怪物除了吸收水分子外，似乎对能源也不放过。开火！小瓦罗，这样只是在浪费手子弹，根本靠近不了怪物。爆炸都奈何不了这怪物。瓦罗，你带队去缠住怪物的头部，别让它久居。好，我有了个办法。华子，辅助射击，注意救人。是。教授，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个怪物连金属和能量都能吸收，我们的反击收效甚微。还有几人未回希望号？还剩下4位探索队员，战斗3队的救援。怪兽离我们越来越近，希望号必须马上升空。希望号已经做好升空准备，为了安全考虑，最多只能再停留10分钟。埃尔伦博士，我将升空权暂交于你。黑星小队会为希望号争取时间。黑星所属，跟我走。还记得咱们在希望号外侧甲板上找到的激光炮吗？但只是个半成品。不试试看怎么知道？现在炮位连接总控制室，需要外接控制程序以及手动调制充能。张恒，控制程序就交给你了。控制程序链接中，激光炮准备充能。掩护射击。哎！
张衡，好了没有？控制程序准备完毕，但是发射所需能量太大，最快只能间隔60秒发射一次。够用了。方位37、46、92。手动操作准头太差，根本打不中要害。一切准备就绪，轮机室询问是否起飞。再给他60秒。是，59、58、57、56。带他走！走！杰维利！杰维利！你快跑！不要管我！我费这么大劲才登上希望号，可不是为了死在这里。身上有个带能量的东西，快丢给他！能量？我可没有备用的，你省着点儿，没电就不亮了。怕什么？你多爱我一点，它就更亮一点。这也是能量。10、9、8、7。想要我的球，想要我的能量，有本事过来拿呀！2、1。杰维利，大姐头，我这趟差事跑得还不算坏吧？快走！危险！有危险！
大家快撤回飞船内！希望号情况如何？机库中暂无重大伤亡，已经派出了5支医疗队，但是1层甲板情况不明。小心！小心！快点！警报！1号、2号能量舱遭到入侵。老王和我先回控制室。什么东西？怎么知道舱里了？快躲开！快！快送去科学院。你们看见刘云没有？他还没有回来。我的丈夫在哪儿？他还没回来。对不起，女士，但这是最后一批幸存者了。等一下，最后一批是什么意思？我的丈夫还没回来，求你们了，快去救救他！让我出去，我要去找他！求你了，让我出去吧！我哥哥还没回来，求你了，让我出去吧！女士，您的丈夫已经……骗人！这不可能！他说过我们一家要在希望号上好好活下去，怎么会丢下我的孩子先走了？快去接他们！快去接他们！接他们！接他们！快去接他们！快去接他们！我弟弟死了，为什么你还活着？你们根本不懂人的命当命！谁害怕了？怎么回事？之前回来的人说，外面是吃人的怪物，希望号被怪物抓住才会掉下来的。不是说登上飞船就能够得救吗？我们都要被怪物吃掉，一个也逃不掉。放我走！放我走！
情况？1、2号能量舱破坏度最高，储存能源流失率达到78%。已经对2个能量舱进行隔离处理。设备损坏，无法查看该区域实时监控。能量舱是否有人员伤亡？2位控制员被怪物卷出希望号舱体，但并未受到攻击。能量根本不足以支撑希望号挣脱。医务室，手指伤员23人，其中5人重伤，1人死亡。反重力舱未有入侵痕迹，设备运行正常。放出无人侦察机。是。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它的体积扩大了2倍不止。姚舰长，我建议加大能量舱传输速率。从流失率来看，就快到达怪物的吸收临界值。竭尽全力维持反重力舱正常运转。基础能源一旦耗尽，反重力系统将是我们逃离杀星的唯一机会。是。姚舰长。就按照你想的去做。1号能量舱传输速率调整至300%。2号能量舱调整至200%，同时保证其他能量舱处于关闭状态，不用考虑能量溢出，尽快向这2座能量舱内充能。检测到目标物情况稳定，没有继续吸取能量以及攻击动作，推测其可能进入休眠状态。具体时长还待检测。这家伙好像暂时吃饱了。都是我提出登陆沙星考察，才会让希望号遭遇威胁。所有人在看见沙星时，都认为这是颗安全的星球。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它的种种谜团，无法科学解释之处，就好像我们的思维被控制了一样。思维控制，电磁波，又或是催眠？不过这只是推测。眼下的关键还是能源，必须在现有能源耗尽之前，找到怪物的弱点。希勒卫对怪物标本进行了初级试验，现在想必已经结束了。我这就过去。哦，对了，先前那个表现很抢眼的杰威利，你让小白把他的资料查一下，或许他也拥有特殊的能力。是。小恒，小恒，小恒，不要哭了。宝贝不怕，爸爸妈妈会保护你的。你们要带我去哪里？爸，救救我！爸！累坏了吧？让我看看伤口。还能动，骨头就没事，应该是拉伤了。
医务室说重伤员都已经处理完毕，你也去清理一下吧。这里是留白。是，我这就着手。大黑和鹰都在医务室，我还有任务，就不陪你了。这东西不发疯了？代价是吸干了2座发动机。不过根据科学院推测，这一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希望能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嚯，是吗？好家伙，那时候要不是他，还不知道。哎，你咋来了呢？来！刘大夫让我来清理伤口，我看外面人太多了，就先来你这坐一会儿。哎，坐。没事儿，就截个肢而已。你大黑哥我命硬着呢。哎，你小子不错啊！听说要不是张衡，你俩都得被埋里头。命大。哎呀，你也真是点儿背啊！首次任务就碰上这么个事儿啊！要不是你有超能力，恐怕咱就回不来了，是不是？你这么快就接受超能力的设定了？哼！你现在搁哪儿？外星飞船里攻击咱们的是啥？外星大怪物，这些是咱之前敢想的事儿。我刚刚问了值班大夫，他倒是说地球上早有类似案例，不过具体原因还得继续研究。你们说会不会和之前的昏迷事件有关？哎呦，还真是倒霉催的啊！就苦了副队了。黑星里头就他一个没陷入昏迷的，你说说这事儿整的。对了，咱们还抓了只外星小怪兽回来研究呢。啥玩意儿？小怪兽？搁哪儿呢？哎，快让我瞅瞅。队长是第一个出现昏迷症状的人，这么说来，他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危险！不行，空间太过狭窄，容易误伤。那你说该怎么办？立即让救援一队集合。队长！舰长，博士，这是怎么回事？最初对象标本没有展现出任何活动迹象，直到我们取出了一块切片进水准备试验。快走！姚队长！还需要更多的酸性溶液。这里有。接着。可惜酸液只能灭火，无法彻底烧死。
前往安全地点。关闭外壁隔离层，打开备用电源。大家不要惊慌，向中央聚集。没事，快走。能源流失率达到90%，希望好自动切断了生活用电。让张恒修改程序，必须保证科学院正常用电。是。我记得这是超级电脑的操作舱。竟然能够脱离能源系统独立开启。毕竟超级电脑与反重力系统都是外星飞船一流科技，虽然能够照猫画虎的操作，但我们还是无法理解它们的运行本质。超级电脑，外星科技，脑电波控制，时间紧迫，别无选择。既然是外星生物，就应该用外星科技来分析。如果将细胞检测仪与超级电脑相连，我们就能借助外星文明的力量，尽快得到标本的基因信息。超级电脑由脑电波控制，若要链接细胞检测仪这样的精密仪器，需要操作者对实验过程了如指掌。因此，我想没有人比我更适合操作超级电脑了。希罗韦博士，您觉得可行吗？链接细胞检测仪并非难题，但超级电脑会直接连通操作者大脑，存在一定风险。冒险，但值得一试。目标组织切片已经放入细胞检测仪。链接没问题，可以开始实验。酸性细胞染剂准备就绪。不可思议！先用强酸溶液灭活，然后立刻染色。让我看看它的内部结构。是，正在对样本进行多参数分析。检测到样本射出逆向电磁波，快把控制器摘下来！不行，就差一点了，99%。快，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什么！我的意识，我们的任务，
等待收割者。完成任务，等待收割者。博士，你怎么样了？一箩枪。超级电脑正在分析细胞切片，转录至全息投影仪。光天博士，你冷静些。该切片核酸构成复杂，无法找出双螺旋结构。继续扫描。基因解码失败，核酸排列结构失败，地球生物基因库比对失败，蛋白质分析失败。博士，超级电脑已经无法进行更深层检测，可这……得抓紧些。张恒说顶不了多久。啊？哪来的二维码？图案巧合而已，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没有时间可浪费了，立刻安排2次检测，不管用什么手段，必须扒出它的蛋白质分布序列。是。光天博士，请告诉我，这只是个巧合。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正如您所见，这种生物并非自然形成，而是被编译出来的。它们就像采矿机器，被投放到星球上收集能量。在沙星上，这种生物无处不在，甚至寄生在每一只怪物的躯体里。连一丝能量都不放过，能量会被压缩为特殊结晶，储存在生物体内，等待被回收的那一天。想必那就是我们勘测到的能量体的由来。这玩意儿就是个挖矿机。用代码创造生命，太荒唐了，这违背了最基本的科学定律。那只是人类的科学定律。地球科技还无法与其他高级的宇宙文明相抗衡。反重力系统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拥有的科技是人类无法理解，甚至是无法想象的。既然要收取能量，外星科技一定会设定安全机制，保证自己不被攻击。我也只是猜测。共有9人与该生物正面接触过，却无1人受到直接伤害。超级电脑分析基因图谱时，我被一种庞大的集体意识吞没，成为了他们中的一份子。然而与高同化力相反的是，他们的思维模式极为单一，思维的本质是电磁波。或许他正是通过电磁波的不同，挑选出智慧生物，怎么样了？并将他们认定为来看一下收割者。或许接近沙星的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被电磁波影响，才会认定沙星能够获得能源补给。换句话来说，我们都被这颗星球催眠了。时间所剩不多，就算不攻击人类，希望号能量被吸干后，我们还是在劫难逃。我们在切片分泌物中筛查出了大量色素成分，与叶绿素的分子式极为相似，可以推定这种生物为动植物混合体科，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反应。原来如此，
正因为所有生物都被它寄生，检测仪才只能扫描出植物反应。若是我们能反过来利用这一点，切断它的光合作用，从资料库中调配出所有破坏叶绿素的植物病毒，准备切片实验。是。基因被编写成二维码形状，太不可思议了。怕不是预防假冒伪劣的商标吧？这也太豪横了。只要这次能渡过难关，总有一天，这些技术都会是我们的。就算能用反重力系统逃离，能源耗尽后，希望号依旧是死路一条。根据探测仪显示，能量体位置距离地表并不远，或许我们得想办法从他身上收点利息。好，我马上到。万事俱备，大鱼上钩了。尽快安置各区民众，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我们要斩草除根。是。然后怪物就把他拖了进去。要不是去救他，我才不会被抓住呢。没错，你就写他会遇险，完全是因为在乎我。他绕着我们一圈圈的蠕动，就像……蟒蛇？对，就像蟒蛇一样。如果救援队晚来一步，恐怕我们就被他吃了。关于那怪物，我也只知道这么多了。请稍等片刻，这是姚元舰长，需要与二位核对部分资料，通过后便可自行离去。你就是姚舰长，幸会幸会。你干嘛呢？找机会推销我自己啊！要是能跟着舰长，咱俩就不用住集体宿舍了。目前科学院对沙星生物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会向二位确认些信息，以保证逃脱计划顺利进行。简单来说，这种生物能够欺骗人类的大脑，使我们认为沙星足够安全。因此，我们若是想要摆脱它，或许也要借用欺骗的能力。这是我的个人档案，有什么问题吗？咱们还是别耍花招，坦诚相待比较好。您说是不是？杰威利诈骗罪，有期徒刑20年。他不仅是个职业骗子，还是在逃犯。这一定是搞错了。杰威利是地质学家，身份卡可以证明的。认证通过。他就是用这个装置复制了一套身份卡信息。需要领取生活物资的人，请拿好身份卡，在这里排队等待。杰威利原本是橄榄球职业选手，却因参与赌球及打假赛被迫退役。多年来涉案金额高达70亿元。我猜你原本只是想混上希望号，却在昏迷后拥有了欺骗他人感官的能力，从此就得意忘形了吧？末日危机后，监狱就是个人间地狱。我拼了命逃出来，
正好遇上希望号在救助难民。没错，我是个骗子，但我又没杀人放火，我只是想活下去而已。就算你是逃犯，我们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地球同胞。但你伪装成高材生，加入勘察队伍，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优待，是贪婪出卖了你。杰维利，从现在开始，希望号正式将你收押，等待法庭的审判。但在这之前，你还有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就看你自己是否能把握得住了。把他的伤口简单处理一下。30分钟后，我要在总控室里见到人。是。这是预知，那东西快醒了。塔台广播，传我命令。全舰拉响战斗警报！各就各位，走这边，这边！情况还有哪些没准备好？局长你，数据呢？还差什么东西？这边，快，跟上！从行动上分析，只有处于进食状态中，才有可能将枝条引离希望号。一种地球上常见的植物绿叶枯萎病毒，被实验证明对该生物有着毁灭性的伤害。已确定能量体位于植物根部球茎中心，但时间有限，病毒无法合成更多。必须靠近该生物，确保每一枚病毒弹都用在刀刃上。看来还需要另一支小队用酸液炮弹炸开它的表皮。穿梭机上，我们需要驾驶员、射击员，以及最重要的诱饵。好吧，起码我还挺配合的。只要审判结果不是把我从希望号上扔下去就行。法庭会考虑你的立功行为，一切都看你自己的表现了。就像之前一样，发动能力将它从希望号上引开。利用酸液弹与植物病毒破除表层防护，找到并带回能量体。如果顺利，我们会在希望号穿越大气层前回到停机库。听你的语气，情况并不乐观。为保证希望号安全，绝不能让内部直接暴露在沙星空气中。因此，不论外界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孤立无援。哎，这边，我这边运。大把手。哎，对，放这儿。对。那边当心。突击组负责将障碍物引离希望号，并近距离射入病毒弹。成员张恒、杰威利，组长姚元。狙击组向障碍物发射酸液，炸开表皮，并掩护突击组撤离。成员李华、王丹、林霄，组长英。总指挥官王光正，科学院指挥员艾尔伦博士、希勒卫博士，反重力舱负责人伯利。
反重力舱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在升空过程中需要实时调整。我将这个任务托付给你。我没有接受过训练。你已经在杀星任务中展现了自己的实力，希勒韦博士也认可这一点。咱们并肩战斗过，我相信你。哎，不会喝就别喝了，浪费好东西。都做好准备，5分钟后任务开始。真不愧是姚舰长，派我去也就算了，这小子也要一起去送死啊？他是黑星的战士，只要任务成功，你们就不会死。就算真的要死，我也不会让你们先走一步。张恒，你的危险预知能力对希望号来说弥足珍贵。今天我要借用你的力量，也一定会拼尽全力带你回来。队长，他靠谱吗？会不会在背后？杰威利是个唯利是图的人，任务失败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当然，咱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张恒，我的后背就交给你了。那，这个给你，我家乡的护身符，保佑战士平安归来。我好像在黑铁那儿见过。黑星小队人人都有，现在轮到你了。身为黑星，生死无憾。关闭自动驾驶模式，呼叫塔桥。收到，自动驾驶模式已关闭，正在呼叫塔桥。塔桥收到呼叫，先行者3号状况如何？突击组准备完毕，申请出击。同意出击，突击组一路顺风。让我去骗这么大个家伙，你干脆把我丢下去喂给他得了。张恒，情况如何？我没感觉到任何危险。有希望号这块肥肉在，当然不会注意小苍蝇了。往好处想想，我听说这玩意儿不吃人，它应该不会伤害咱们，对吧？若是我们主动攻击，结果可就难说了。突击组报告，已到达任务位置。收到，突击组待命。反重力系统准备完毕，一旦摆脱职务，希望号可以立刻升空。目前能源舱还能坚持多久？最多半个小时。狙击组尽快就位。狙击组报告，已到达任务位置。双叶弹装填完毕，请指示。等待指令。你准备好了吗？哎呀，你倒是快点啊！我只对人说过谎，还没跟其他东西讲过，何况……那你把它当人试试看。
我这儿有很多很多的能量。这些天骗了你，真是对不起。如果我有命回来，再补偿你吧。你别担心嘛，有姚舰长在呢，我不会有事的。骗子，活着回来！嘿，想不想来点大餐啊？我手里的能量可比希望号多得多。比沙星不，比恒星都多，多到可以炸了整个星球。就是这样，乖孩子，到爸爸这儿来。小心！起作用了，缠住飞船的藤蔓正在退离希望号。情况如何？植物已撤走60%，快成功了。你们看，起作用了！太好了！传送机要坠落了，把那玩意儿扔出去！想要这个？追上就给你！你确认突击组位置，酸液弹发射准备。3、2、1，发射！飞船进入自动飞行模式。他抛弃了感染部位。继续射击！星族胶囊耗尽，飞船进入自动飞行模式。酸液弹耗尽，未能破除能量局外保护。先返航，再做打算。没有时间了，若我5分钟后没有回来，命令穿梭机自动返航。希望号必须立刻升空。
彻底疯了！快把舰长拉回来！警告！警告！智能模块被破坏，自动飞行模式关闭。撑住！重启自动飞行模式。智能模块失效，自动飞行模式无法重启。我是张恒，乘坐机的自动飞行模块被破坏了，快升上甲板了！警告！警告！少年他人呢？我们刚从怪物肚子里把他拉上来，队长带着很奇怪的石头昏过去了。副舰长，请派出支援队伍。狙击组，现在什么情况？不能打开机库大门。张恒，先想办法控制方向。静下来。警告！警告！智能模块被破坏，自动飞行模式不能启动。让你放回内部。快点儿！继续射击！是。大胆到底！反重力舱报告，参数调整完毕。希望号准备升空。狙击组迅速撤回舱内。飞船准备升空，突击组立刻返回舱内。燃料不够了，我无法提升高度。张恒，尝试从侧舱进入。侧舱有障碍物，无法打开舱门。控制好飞船，其他的交给我。
赶得及！继续前进。身为黑星，誓死无憾。快，把飞机搬开！发现姚舰长和杰威利，他们没事。天哥，快来人呐！准备急救。坚持住，不要死，不要死！准备机械通气，预备补液。好，我知道了，先做冷冻处理。情况如何？您从沙星带回来的晶体虽然散发出强大的能量，但只够为希望号恢复70%的充能。现有科技还无法利用其内部的压缩能量，能源危机也只是暂时得到缓解。这是牺牲的同胞们为我们夺回的希望。这次登陆，我们损失了太多。科学院与军队都急需补充新鲜血液，特别是那些获得特殊能力的人。光田博士已经在着手安排这件事，只是光有人才还远远不够。希望号目前最需要的是继续前进的方向。要多久才能驶离这片星域？正常航行的情况下，起码需要半年时间，但经过探测及侦察，周边所有星球表面均已沙化，恐怕早就被外星之物吞噬殆尽。硕大的宇宙，却没有人类的容身之处。但好消息是，现有能源足够支撑再一次的空间跃迁。与其继续留在这片星域碰运气，倒不如放手一搏。我想，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了。接下来，我们要踏上旅途，去寻找新的生机。恐怕在茫茫宇宙中，还存在着无数比沙星更加危险的星球，甚至我们无法想象的高级文明。但是，我们不能退缩。我们背负着数十万同胞的生命。背负着牺牲者们的希望，我们要带着这份希望继续走下去。动力系统已启动，等待舰长命令。我命令，打开空间跃迁发动机，调试程序30秒进度。负荷出力标准数值。舰长命令：打开空间跃迁发动机，调试程序30秒进度，负荷出力标准数值。报告舰长，轮机室准备完毕，可以开始空间跃迁。2029年，在中子星碎片的威胁下，人类乘上最后的方舟仓皇逃离地球，进入大宇宙时代。然而那些高级宇宙文明却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这是危机四伏的空间，走错一步，脆弱的方舟便会倾覆。而在这样的地狱中，人类做出了抉择。我宣布，空间跃迁。